今日會睇離土瓜灣站大概3分鐘，大型屋苑發展規模夠大，區內配套非常之成熟，交通四通八達。東維港灣區合併式小區規劃發展，全港首個與7家發展商合作嘅小區重建新社區。最緊要本身個屋苑已經夠大，成個規劃都非常之完善，亦都有行人天橋連接土瓜灣站，亦有大型會所，會所有成5萬方尺，35項多元化嘅設施，有健身室，仲有埋50米長嘅戶外露天游泳池，樓下亦都有商場，非常之方便。呢3座都係首案嚟㗎，第一、第二座總共有648個單位，大部分兩房為主，亦都有3房。339尺兩房，我哋會睇個431尺兩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客飯廳方正寬敞，樓底亦都非常之高，仲有埋露台，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可以明火煮食，有埋星盤，有埋洗衣機，門口側邊亦都預備咗雪櫃、微波爐，呢個竟然係冰格。第一個洗手間亦都預備晒鏡櫃，亦都預備咗洗手盆櫃，亦都有淋浴嘅空間。第一間睡房亦都方正寬敞。儲物室，主人房方正寬敞，亦都設有衣櫃位。跟住會睇嘅係339尺嘅兩房單位，單位亦都有設計露台，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亦都有煤氣爐、星盤，而呢度咧可以放電飯煲，仲有雪櫃、微波爐、洗衣機喺呢度，洗手間亦都做晒鏡櫃、洗手盆櫃、淋浴嘅空間。睡房方正寬敞，睡房亦都有埋衣櫃位。另一間睡房亦都方正寬敞。